很帥。麦克先生，你看，那邊是我们的专業马具区域，这邊就是餐厅，可以同时容纳40。还有前边就是我们的商務区。 商務區，您可以在这裡非常安靜的和其他的精英会員一起商谈你们需要的商務。冬眠，开门啊！冬眠。 别敲了，我是不会留在这儿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说这麦克到底怎么得罪他了，把他弄得那么伤心？看来真是得把麦克从马场赶走了。看来也只能使那招了。 我不要。大姐，你想太多了，你还真不是麦克的 size。在这看着冬眠啊！我，麦克 size 能有多大？这就是我们室外的马球场，您看到的草坪都是由3种草籽混合种植而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唐人俱乐部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您的房卡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您可以去休息。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这个地方非常好。对的。